再来看这个姓李的戏剧老师呢，因为性侵学生，互人压坑，即马已经将4人加改骗。公民团体甲立委呢是指控伊竟然阁受到邀请去参加客家电视台的节目编排，甚至呢阁互学生去到因兜来排练。针对这个问题，文化部是来强调讲会来追究剧团的补助款，也那客委会也要求客家台追查到底。容加害者就是封杀被害者。 大小法口号，要涉及性侵学生的人，唔通搁就机会锁掉学生。公民团体伫立委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控诉姓李戏剧名师过去服务戏剧学院，长期性侵学生，现坑了后遭到终身改聘。伊说受邀请参加客家电视台的节目编排，甚至互学生去一大所在排练，互学生陷入危险。 申请的补助文件里头呢，我们如何能够明确的知道说，一些已经登记在案的人，他不应该可以在这个申请补助的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当的身份。像我们就会认为，就是文化主管机关显然缺乏一个足够的积极性，从机制跟结构里面去进行检讨跟改正。因为港会顶日才针对姓李名师的案。 纠正教育部戏剧学院，立委要求文化部等单位将专案追查清楚，佮要求研讨以契约向相关人员讨赔，追回补助款。发生性平的事件，当然会追回他的款项，这个都没有问题，也不只是。补助申请的单位，那包含评审啊，整个就是这个机制都包含在内，更完整、更绵密来阻断受害的情形再次发生。这部分客委会的立场也是一样的。对此，客家代表示会调查清楚专案，也会继续关心参与演出的学生。 合约的条文里面，看能不能更具体的落实，希望未来不要再有类似的。 疑虑。立委要求成立建立跨机关的局处机制，对申请补助的单位列入未来未当补助的名单，佮建立相关资料库会议，以防类似的案件佮一再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